咪開心。各位街坊老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文峰講運勢，我係你哋嘅老朋友。今日我要同大家講一件大件事。2026年成個天地嘅氣場會經歷一次從來未試過嘅大洗牌，你上半生捱過嘅辛苦被人搶走嘅機會盼命，買得銀紙永遠存唔落，所有呢啲跟落嚟呢一年逐筆同你清算清楚，特別係屬兔、屬牛、屬龍嘅朋友，今日一定要坐定定聽我將全部嘢講晒，因為上天好快就會還你一個公道。與此同時，咪開心，屬馬同屬鼠嘅老友，大家唔使心急，你哋跟落來要面對兩個好重要嘅關口，捱得過，後面就係平坦大路。2026年係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成個流年嘅基調淨係兩個字：大火。火勢旺到咩程度，連金都可以燒融。所以年初到年中呢段時間，你會發覺自己特別心浮氣躁，少少小事就發火，做決定衝動，投資冇耐，剩銀紙左手入右手周喎，銀包永遠空多煲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火曲金金就代表你嘅正財偏財，俾呢股火氣壓到實實在在，你會覺得明明有良機，偏偏就差最後一步。明明肯命做，銀紙就係存唔低，仲會無緣無故冒出小人同你作對，就開心。呢啲唔係你諗多咗，係天時帶來嘅力量，你避唔開，躲唔到。個天地之間冇永遠旺盛，不過天地之間冇永遠旺盛，亦都冇永遠嘅死局。一個轉折點，入秋之後，金氣慢慢透出，局勢會180度大逆轉，秋季金次順利到來，直接改寫整個財運格局。跟住冬天水氣又會到，水代表流動生機，亦都代表源源不絕嘅財源金生水，咪又開水潤金。呢個組合風水入面叫做金水相生，係一個越滾越大嘅財富循環。跟落來我要講呢3個生肖，大家準備好未？正式開講之前，先送大家一句古人流傳落嚟嘅智慧，言為心聲，心隨念轉，一念向善，福運自然到來。希望2026年自己同屋企人都事事順遂，平安健康，財路亨通。而家即刻係留言區留低4個字，接福大吉，亦都麻煩大家點開頻道旁邊嘅小暗燈，咪開心按下訂閱，因為下一集我會教大家2026年每個月嘅財運起伏一覽表，邊個月適合出手，邊個月適合守財，全部講晒俾大家知。唔想錯過嘅話，咪有開心，記得訂閱同打開小林特嘛。當你打出呢4個字點，善好訂閱嗰一刻，你嘅心念已經同呢份福氣連埋一齊。留言區每一份匯聚嘅祝福，都會形成一股強大嘅善意磁場。開心為你同屋企人加持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拆解呢3個翻身生肖之前，大家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：世間唔會無緣無故行好運，亦都唔會無緣無故行衰運。所有嘢都同天星運行氣場轉換息息相關。2026丙午年，天干丙火，地支午火，雙火搭旺，火旺克金，金就係你嘅財運。所以上半年大部分人嘅財運都會被壓制，明明有機會就差少少，明明拼命打拼，銀紙存唔落。呢個唔係你能力唔夠，係天時壓住你。但到下半年，咪又開心，秋金進氣，冬水到臨，成個局勢完全逆轉，好似一個雙腳俾撳住嘅人，條繩突然解開，轉身仲有人推你一把。跟落來會發生咩？唔使我多講，大家自己諗。咪開心咧，邊3個生肖嘅命盤天生同呢股金水氣場相合？而家我逐個同大家拆解。屬龍嘅朋友，你自己應該感受到你有領導氣勢，有魄力，但前頭成日懷才不遇。老細唔重用你，同事唔配合你，搞到你滿肚火。但下半年你頭頂會有一顆叫8座嘅吉星到臨，呢粒星有幾犀利？單睇個名就知，8座代表8面威風，獨當一面。對於打工一族，呢粒星就好似一針強心針，直頭打落你命脈，你嘅工作實力才華，終於會得到上層認可。咪開心，升職加薪呢啲你夢寐以求嘅好事，好大機會係下半年實現。你會突然發覺做任何事都得心應手，身邊多好多欣賞你嘅人，從前覺得你唔得嘅人，同埋開心而家都會對你刮目相看。
呢個時候你就會平步青雲。仲有一樣要留意，如果你而家單身，一定要多留心下半年你嘅桃花運隨住事業運大升而跟住提升，好大機會係職場或者朋友聚會入面遇到一個條件唔錯嘅對象，順利脫單。但要分清呢個係正桃花，唔係亂來嘅爛桃花。真心去相處，唔好淨係貪玩。下半年對於屬龍嘅你，就係愛情事業雙豐收嘅黃金時期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千祈唔好俾大好機會從指縫流走。屬龍專屬提醒你，最大嘅優勢係強大磁場，但最大嘅弱點亦都係呢份氣勢。下半年越係事事順遂，越要提醒自己唔好高調，唔好得意忘形，低調做人。調做事，你收散一分，福氣就會多留3分。留言區打出飛龍在天，為自己加持。屬牛嘅朋友，冇錯，講嘅就係你係唔係成日覺得煩惱重重？好似做任何事都有人係背後講閒話或者指指點點，搞到你心情好話心情差滿滿少。我要恭喜你，下半年你會擁有全場最強嘅貴人星，2粒超級吉星紫微同龍德齊入你。濟公，紫微係咩？佢係帝王星，代表至高無上嘅貴人，一啲有權有勢隨時可以扭轉你命運嘅大人物，會隨住紫微星嘅牽引出現係你生命入面。又唔好，龍德亦都係逢凶化吉嘅貴人星，代表會有實力雄厚嘅前輩自有無私出手幫你，有呢2粒星護住。下半年無論遇到任何難關，都會有貴人及時出現，唯有開心幫你擺平所有麻煩。師傅已經批過屬牛嘅朋友，今年財運排所有生肖第2位，無論你係打工抑或自己開鋪做生意，都會有大賺錢嘅機會。打工嘅朋友除咗固定人工，仲可能有意外獎金分紅落袋。做生意嘅朋友有機會傾成一張大訂單，開拓全新財路。不過有一點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小心咸池呢粒桃花星。咸池屬於虛浮爛桃花，可能只係一段短暫冇結果嘅感情，亦都會有一啲淨係探你一時風光先埋身嘅人，千祈唔好因為一時浪漫沉淪落去。呢啲無謂爛桃花會消耗你大量時間精力，影響你正財運。要學會分辨邊個係真心待你嘅貴人，邊個只係趁機過嚟佔便宜嘅假桃花。處理好呢一關，你嘅財運就會無懈可擊。我屬牛專屬提醒你，呢一世人最厲害嘅本領唔係行得快，而係捱得住。上半年最難債嘅階段你已經撐過，下半年就輪到你大展拳腳。貴人自然會主動埋身。留言區打出金牛納福，將貴人迎入屋企。指定26年最大贏家，全場總冠軍。屬兔嘅朋友，屬兔嘅你，如果最近成時運滯，做任何事都差少少，甚至好似我認識嗰位客人一樣，差啲面臨破產，而家認真聽好，上天會送一份超級厚禮俾你，唯有開心。師傅真係同我講過一個真實案例，佢有一位屬兔嘅客人開細工廠，疫情之後一路捱得好辛苦。2025年年尾訂單幾乎清零，埋供應商嘅賬單堆積如山，銀行催款電話一日響8次。佢太太日日以淚洗面，佢自己亦都諗過索性關門大吉，但佢好信風水。下半年佢跟從師傅嘅建議做咗幾樣簡單嘢，將屋企同辦公室所有雜物全部清走，財位放一杯清水加6個停錢衣，櫃入面長期着嘅暗沉衫全部換成明亮色，係淨係咁簡單。一啲大陣仗佢都唔使花，大家估下後面發生咩？唔夠1個月，佢收到一封海外大公司發過嚟嘅郵件，對方係網上睇到佢幾年前發佈嘅產品目錄，產品好適合想長期同佢合作供貨。嗰單訂單金額大到佢自己都唔敢相信，唔單止一次性清晒所有債務，仲賺到一筆相當可觀嘅利潤。之後半年好似排隊一樣，源源不絕送到工廠，員工由20人擴充到80人，短短幾個月鐵底翻身。2026下半年屬兔嘅你財運係所有生肖第1位，桃花運亦都排第1，正財偏財一齊爆發。可能你長期持有嘅投資突然迎來大幅回報，
可能升職之後人工大幅加幅，亦都可能突發靈感，諗出一條極賺錢嘅生意點子。總之銀紙會主動追住你走。人緣方面你會大手，歡迎好多人想埋近你，但屬兔嘅朋友要留意你最大嘅阻礙。還開心就係咸池桃花同小人是非，好多人會妒忌你，係背後講你閒話，千祈唔好同其他人爭執，一笑置之，保持低調，先唔會俾是非重申。與此同時要識得睇人，還有開心分清邊個係真心老友，邊個只係睇到你行好運有錢先埋身，嗰斷絕所有爛桃花，你嘅財運就會一飛沖天，擋都擋唔住。你會成為2026年人盡無嘅幸運兒，屬兔專屬，提醒你上半生捱過嘅所有辛苦受過嘅委屈，上天全部逐筆記低。2026年就係上天同你結賬嘅時候，接住呢份福氣，從前嘅難關就貼底翻篇。留言區打出玉兔接福，牢牢接住呢份大好運。講完呢3個幸運順到不得了嘅生肖，我一定要提醒另一班老友，就係屬馬同屬鼠嘅朋友，大家唔好覺得我專登講唔吉利嘅說話，正因為想大家事事順利，先會同大家講真實情況，教大家化解方法。同埋開心先講，屬馬嘅朋友，今年係你本命年坐太歲，呢個流年通常起伏動盪，成日容易諗負面嘢，少少事就覺得壓力山大，一定要小心。劍鋒同伏屍兩粒凶星呢，兩粒星專門帶來意外、血光災禍，例如交通意外、磕碰受傷一類狀況，化解兩個簡單有效方法。第一招，快預約洗牙或者去捐血，總之主動獻血，呢個叫做主動應血光災。你提前主動做咗，災客就唔會係你毫無防備嘅時候突然到臨。呢個方法好靈驗。今年多出去旅行散心，特別係8月8號之前出世平命嘅朋友，更適合多外出走走，唔好做高風險投資，唔好輕易轉工，外出旅行啊，去應呢股動盪氣場，一舉兩得。再講屬鼠嘅朋友，今年你係沖太歲，沖太歲係所有犯太歲入面衝擊力最強嘅一種，代表大幅度起伏變動，可能係感情分手嘅轉工，感情出現裂痕，甚至居住地方會有變動。總之成個生活模式會出現巨大改變，特別提醒大家，近埋5月同11月呢2個月衝擊力最強，無論出門開車行路都要萬分小心。屬鼠專屬化煞，布局師傅教咗一個效果極佳嘅化煞陣，係你屋企正北方，一定係正北方，今年正北屬偏位，亦都係太歲衝擊最強嘅位置。擺一杯乾淨清澈嘅清水，唔好用隔夜水，要用新鮮清水，跟住杯入面放6個1毫銀硬幣或者6個古銅錢。呢個布局叫做生水局，金生水，源源不絕供應水氣。與此同時，化解沖太歲帶來嘅煞氣，保一家平安，化危機為轉機。係啊，開心呢個方法操作簡單，但效用非常顯著。擺好之後，你會明顯感覺自己心安定好多。各位街坊聽我講完下面呢幾句說話，咪開心。呢段說話可能係你呢一世人聽過最重要嘅忠告。就算上天想出手幫你，都要你自己願意打開大門。就算好少運到臨，都要你伸出雙手去接住。睇到呢度嘅你咩？還係開心，即刻做一個簡單動作，係下方留言區真心誠意打出4個字。祝福大吉，唔好睇少呢個簡單動作。當成千上萬同你一樣嘅街坊一齊喺度打出呢幾個字，還係開心會聚成世間最強大嘅磁場，直接為你同屋企人加持。做完呢個動作，你會明顯感覺心安定落嚟。跟住一定要訂閱我哋頻道，咁點開旁邊嘅小立燈，經常會喺度分享一啲天機命理知識。最後麻煩大家即刻轉發呢條影片，轉發俾身邊屬兔、屬牛、屬龍嘅親朋好友，叫佢哋準備好接住福運，還有開心，亦都要轉發俾屬馬、屬鼠嘅老友。你呢個動作係幫佢哋追吉避凶積，好大功德。所有從呢一刻開始，你嘅運氣已經同從前唔一樣。
願大家心存善念，廣結善緣，木人福運自動到來，吉祥常伴左右。好，我哋下一集再同各位街坊拆解更多命理天機，下集再見，多謝大家收看。